Long time no see， 真係 long time no see， 好耐冇見過舞台上嘅歌手姜濤，佢都話好掛住舞台，多謝 KKBOX 安排姜濤打頭陣，秒速辣慶全場。見到阿姜喺 Music Panda 揸住姜糖送嘅私家麥，已經好感動，再次拎住呢支麥踏上久違嘅舞台，嗰種感動同激動非筆墨可形容。On a Sunny Day 加白果，從極可愛瞬間轉變為炸裂舞台嘅超型格，姜濤展現舞台實力，流暢地於不同風格之間切換，表現出色。最後獻上同 Karen Cici 合唱抒情 R&B 國語歌《愛你但說不出口》，開聲唱一句寶貝，姜糖即沉。國語歌姜濤真係冇得輸，一晚展演3種不同曲風，可愛、型爆、抒情，傳達3種感受，表現迎刃有餘，發揮極致舞台魅力，再次顯露進步嘅成果俾觀眾睇。縱使有人不願意面對姜濤嘅進步，但總會有專業認證。怎麼去用最好的心情過一日係咩音嚟嘅呢？怎麼去用最好？哇，呢度咧係用咗 A flat 4嘅，其實咧 A flat 呢個音咧，對於男仔嚟講咧係屬於係第二個換聲區嗰啲音，都幾高嘅。不過頭先聽姜濤唱呢一句嘅時候咧，佢係有聲帶力嘅，即係佢唔係用咗我哋所講嘅 light mix 去處理嘅。其實呢一個音咧，對於好多冇學唱歌嘅男仔嚟講咧，都有啲困難嘅。所以我會覺得姜濤唱到呢個 A flat 4，而且係有聲帶力咧，我會覺得都幾叻嘅。但係有人懷疑姜濤咪嘴，好明顯誤會嘅呢位朋友唔係姜糖，因為睇返官方影片，姜濤2首歌都即興改咗少少歌詞，咁點會係假唱呢？可能有啲朋友覺得姜濤唱得太好，所以先至有所誤會。呢種另類認證，姜糖係咪應該覺得開心呢？唔係做緊誇誇團，當然有進步空間，但肯定係合格以上。不過想繼續進步都必先要有舞台，可惜呢樣反而係姜濤最缺乏嘅。參透不到原因，作為姜糖只能夠集氣再爭取，然後每當姜濤有演出嘅時候全力應援支持。